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2年3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话题啊。以往的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介绍过美国的右派学者米尔斯海默还有这个左派学者塞奇，还有俄国的专家对中俄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情的看法包括这个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这个代表人叫杜金。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个美国的学者福山，看看福山是怎么看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而且呢他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有几个预言，我们看看他呢说的有没有道理美国的学者福山他是个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名字叫弗朗西斯·福山。他的成名作主要是叫《政治秩序的起源》，当然了还有很多方面的这个书。那我们看看福山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叫《准备好失败》。好，准备好失败，美国学者福山，我在北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写下这篇文章。过去一周，我一直在那里教授我们的领导力发展学院课程之一。就现有信息而言，关注乌克兰战争在这里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在相邻时区以及巴尔干地区比欧洲其他地区更支持普京的事实，后者很大程度上是由塞尔维亚以及塞尔维亚对俄罗斯卫星社的收留。福山可能现在正在那个北马其顿给人上课吧。然后呢，他的意思说在全世界在哪个地方关注乌克兰战争都一样的，只不过呢巴尔干地区支持普京的比例比较高主要是塞尔维亚。我将伸出我的脖子做几个预言。俄罗斯在乌克兰正走向彻底的失败。俄罗斯的计划是无能的，基于一个有缺陷的假设，即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有利，他们的军队在入侵后会立即崩溃。俄罗斯士兵显然为他们在基辅的胜利阅兵携带了礼服制服，而不是额外的弹药和口粮。普京此时已将其整个军队的大部分投入到这次行动中，没有庞大的储备部队可以被他调来增加战斗力。俄罗斯军队被困在乌克兰的各个城市之外，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供应问题和乌克兰的不断攻击。他们的阵地崩溃可能是突然和灾难性的，而不是通过消耗战慢慢发生。战场上的军队将达到一个既不能补给也不能撤退的地步，士气也会蒸发掉。这至少在北方是如此，俄国人在南方做得更好，但如果北方崩溃，这些阵地将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外交解决战争的可能。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所遭受的损失，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折中方案能让他们接受。这个福山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人想象的乌克兰人还是比较亲俄罗斯的。这个昨天咱们上一个视频那个老霍的观点也是这样的，他认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已经被点燃了，但是呢俄罗斯人自己还不清楚，还以为乌克兰人或者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会双手欢迎夹道欢迎俄罗斯军队开进基辅，对吧？福山还认为这个俄罗斯没有做好准备一共就是19万兵力全部投进去了，他没有战略就是预备队，没有后备力量了。这个也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有关系，对吧？可能需要白俄罗斯出兵，因为俄罗斯的部队可能不多了，他还防着东线呢，他不是说所有的兵力都能调去的，他能挪动的部队可能也就19万或者20万，再增加很难了，所以他只能从叙利亚志愿兵这种形式福山还认为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双方损失都比较大，很难有折中方案。我们接着往下看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被证明是无用的，唯一有帮助的是大会投票，这有助于识别世界上的不良和推诿的行为者。拜登政府不宣布禁飞区或帮助转移波兰米格机的决定都是好的，他们在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时期保持了清醒，让乌克兰人自己打败俄罗斯人要好得多，使俄罗斯失去了北约攻击他们的借口，同时也避免了所有明显的升级可能。特别是波兰的米格机将不会给乌克兰能力增加多少，更重要的是持续供应标枪、毒刺、TB2S、医疗用品、通讯设备和情报共享。我认为乌克兰部队已经被北约在乌克兰境外的情报部门所引导
啊。他这个观点啊，就是福山认为啊，第一个不要给俄罗斯明显的借口，就是说北约已经参战了或者美国参战了，给这个俄罗斯啊升级战争找到借口。第二个呢，他认为这个米格战机啊对乌克兰的战局啊影响不大啊。这个我在视频里面多次给大家分析啊，靠一两件武器是解决不了这个战场这个格局的啊，只能给那个俄罗斯军队啊造成困扰。米格战机啊打一架是少一架的，起的作用不会太大。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当然乌克兰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最大的破坏是由火箭弹和大炮造成的。无论是米格机还是禁飞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唯一能阻止屠杀的是俄罗斯军队在地面上被击败。普京不会因为他的军队被击败而幸存下来，他得到支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强人。一旦他表现出无能，被剥夺了强制力，他还能提供什么？入侵已经对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袭击之前，他们一致表示同情普京，这包括萨尔维尼，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政治学者，好像也当过什么内政部长之类的。波尔索纳罗是号称巴西的特朗普，这个泽莫尔呢是法国的曾经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勒庞好像也是一个候选人吧。厄尔巴恩是那个匈牙利的总理，当然还有特朗普。战争的政治性暴露了他们公开的威权主义倾向。那这几个人呢，包括特朗普，在福山看来，他都是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土耳其的无人机将成为畅销品，俄罗斯的失败将使自由的新生成为可能，并使我们摆脱对全球民主衰落状态的迷茫。1989年的精神将继续存在，这要感谢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福山的这个一篇文章就念完了啊，总结起来啊，福山就认为俄罗斯必败，自由必胜，美国做的都是对的，提供飞机和不提供飞机啊，提供这个反坦克导弹还是不提供啊，等等，只要美国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总之给人感觉啊，他像是这个拜登的代言人或者是民间发言人，大概这么一个角色。我想啊，这个福山的这个分析，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啊。比如说第一个，他说这个普京是个政治强人，一旦这次战役啊，这次战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失败了，那么普京可能要垮台，对吧？他能在俄罗斯统治这么长时间，给人的印象感觉啊，他就是一个政治强人，结果你还失败了，对吧？那就他有下台的风险。第二个呢，他认为俄罗斯会出现溃败，而不是那种叫消耗啊，耗到最后不行了才失败。他认为不是的，他认为俄罗斯啊会出现这个溃败。溃败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前提啊，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俄罗斯误判了乌克兰，甚至误判了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然后呢，在美国北约的帮助下，乌克兰得到了大量的这个什么反坦克、反装甲车的武器啊，标枪毒刺对吧？还有这个医疗卫生用品、通讯设备，更主要的是情报共享。这个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我给大家也介绍过，英国已经为这个乌克兰训练了2万多人的什么一个组织，对吧？军事训练我还介绍了，我说这种训练它应该不是训练那种拼刺刀怎么发射导弹怎么打坦克这种训练可能是有，但是都是占比不高，它更多的是训练怎么去抵抗，怎么组织情报。即便这个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了，但是它这个组织你打不垮，它可能就转到地下了，怎么样通讯怎么样分享情报，怎么样指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只要这个组织这个系统不被俄罗斯挖出来，给它挖断，那么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个反抗游击战就不会断。所以我认为北约什么英国、美国帮乌克兰训练，它倒不是训练士兵，可能是训练这种系统，帮他组建一个地下的，或者是能够及时迅速转入地下的一个指挥情报系统。这个需要时间的，谁掌握了这个系统，谁就掌握了乌克兰的这个反抗力量就是反抗俄罗斯的力量。那谁来训练呢？英国人、美国人，这2个国家实际上就掌控了乌克兰后面的走势这个就跟咱们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一样谁掌握了情报系统？你掌握了情报系统之后，即便舵手什么领袖拿你都没有办法，洗了几十年都洗不掉，最后只能拼谁活得长。我想这个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呢，
像这种搞革命的国家、搞抵抗的国家，这些国外势力去抓的是情报系统，对吧？军事系统啊，他也抓，但是军事系统啊是在明面上很容易被人铲除掉，那是对吧？是这个目标啊太明显。他这种情治系统啊、情报系统、组织系统，那都是在地下的，你想挖很难把它挖断。那么他就永远在抵抗，源源不断的，只要有物资、枪、军备、装备、标枪、导弹、RPG、毒刺，源源不断的送进去，反正他也源源不断的有人来反抗，因为他组织在。好，那这是福山的观点。那么呢，美国啊也有人反对福山的观点的，咱们看一下啊，美国有一个叫福克森的这个学者，他的著作主要是末日吧。福克森呢，他就不同意福山的观点。实际上，福克森不同意福山的观点，他更多的是批评拜登政府，认为拜登政府做的不对。他这个文章咱就不说了，不念了，我只把他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认为，第一个，拜登政府不应该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搞战略模糊。战略模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没有给乌克兰的领导人叫泽伦斯基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什么叫明确信号啊？就是说，一，你到底能不能加入北约啊？能加入就能加入，不能加入就不能加入。你不能鼓励他，然后呢又不告诉他能加入或者不能加入，总是让人努力，让人往西方靠。结果到现在北约、欧盟他都加入不了，即便火线加入欧盟，现在欧盟还在对吧扯皮呢。然后呢加入不了，你也没有什么一个明确的态度说怎么帮他，这就叫战略模糊，让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自己去揣摩，自己去试。然后呢拜登呢见机行事，实际上就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枪使。这个福克森的观点认为，你拜登要么就告诉这个泽伦斯基北约接受不了你，但是你可以投奔自由民主可以选举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北约欧盟可能接纳不了你，就直接告诉他要么呢你就告诉泽伦斯基你争取北约争取加入欧盟。你如果加不进去，如果俄罗斯普京要武装侵略你，那我们就要保护你，我们就会出兵。或者你要告诉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我们不可能出兵的，我们只能帮你出点武器。这些都没有，都是模糊，没有明确的给这个泽伦斯基一个信号。泽伦斯基很年轻刚当上总统算不上是个政治家，他怎么跟普京对弈呢？实力也不容属所以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认为是拜登政府的外交失败是美国给了乌克兰，给了泽伦斯基虚幻的希望所谓的是口惠而不是实质，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误判了形势，以为自己能够加入北约，能够加入欧盟。而加入北约，这个是普京早已画出来的一条红线，就给你画好了，你要加入北约我就要打你。然后呢福克森还认为，美国政府拜登，你既然清楚地判断出俄罗斯要出兵乌克兰，而且不停地告诉全世界俄罗斯的意图要出兵乌克兰，那你美国拜登你做了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要经济制裁福克森认为你这就是在纵容普京侵略乌克兰因为你告诉普京嘛，我只会经济制裁你，不会给你打仗的。那普京就有恃无恐知道美国不敢参战所以他就悍然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如果美国很明确的告诉普京，如果你出兵乌克兰，我们肯定是要派兵参战的，那么普京就会掂量掂量。然后这个福克森还认为美国实际上有两个选项，但是结果呢，美国两个选项他都不选，他呢两头下注。哪两个选项呢？第一个就是要么要求乌克兰严守中立，否则普京会入侵。第二个选项呢，就是在事前以各种手段帮乌克兰武装到底，做好跟俄罗斯打仗的准备，而不能搞战略模糊福克森还认为目前美国做的太少了，对吧？然后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是很少，就这点军事援助没有办法让乌克兰长期抗战。关键更糟的是说这样拖拖拉拉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陷入战争，美国让中国有了从中作梗的机会，更可能让他们学到了坏榜样，种下未来更多灾难的可能。这就是福克森他的观点实际上是福克森他这个也是右翼保守势力
跟那个米尔斯海默差不多啊。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不管是左翼右翼的只要是政治学者的观点，咱们都应该看一看，比较比较看谁更有道理，更符合实际。这个有益于咱们叫兼听则明嘛实际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打了17、18天了目前这个局面很多人都看不懂所以基本上不知道普京到底是故作高深葫芦里装了什么药，还是说他确实是就实力就这样大家现在都拿不准。你要说是俄罗斯实力就这样，好像好多人也不能接受，不至于。但是你要说俄罗斯实力应该比他强得多，但是你看在战场上感觉就是强弩之末所以很多人都迷茫现在也有传言说普京为什么在乌克兰战场上没有新的进展呢？是因为普京忙着清洗，大清洗说这军队里面要清洗，情报系统进行清洗普京被情报系统给忽悠了，给误导了，至少认为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会举着鲜花欢迎俄罗斯军队去乌克兰，但实际上开战以后并没有看到这个景象，这就是情报系统判断错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让这各国的左派右派的学者意见不一，对吧？各有各的说法，也让我们读者或者是吃瓜群众有了更多的思考。目前俄罗斯可能是急于希望要么美国你下场，或者北约，对吧？他直接跟美国跟北约打，要么就赶紧谈判所以表现出来什么呢今天他警告美国他是不是警告北约他是警告美国，给美国国务院通知说，所有进入乌克兰的这个运送军火的车队都是在俄罗斯的合法攻击范围之内美国国务院好像还没有反馈，但是我看那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已经说了，只要北约的车队受到攻击，北约肯定要反击，这个态度比较强硬。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就有某种战争要升级的这种态势具体什么情况咱们可以继续关注。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